烦恼讲，搁较侪钱嘛买袂着，台东人要登去故乡，真正买无火车票倒转去。东部线火车票真好买，真侪东部的观众朋友拢怨叹讲，要倒转去亲像千里路途。立法委员已经甲交通部争取，按算为下个月17起，东部的民众会当亲像一般的旅客，伫咧开放订票前3天用正名来提早订位，嘛规划开放3个车帮。 今若拄着连假，真侪人拢会赶甲大包小包，抢咧坐火车买去花东，代替东部干线票，定定拢真歹买着。互真侪东部人拢讲，想要转去实在是真困难。根据台铁统计，台东站去年出入的旅客人数有200万人。台东的民众定定咧宣讲，外地人好入去，台东人却真歹买着车票，无法度出去。为着解决这个问题，立委向交通部提案，预计为后个月17号开始，台东的民众会当比普通的旅客，伫开放订票的前3天用新名制提早定位，初步先开放3个车帮，408处台北到台东，431甲405处台东到台北，拢总3个车帮。普悠玛甲泰罗过好火车，若身份证头一字是 V， 还是户籍伫台东甲台东人的一定亲，拢会当用新名制来提早定位。如果有病痛、大病要往花莲或是高雄，都需要一定的班车才比较稳。 不过，普悠玛火车一个车帮干那372个位，在台东新名制火车了后，敢会互普通的旅客订袂到位？有旅客认为干那3个车帮影响袂真大。这个不会影响到权益啊，因为这反而是对有需要的人会是最好的。 目前台铁也未正式公告台东新名制火车，不过已经咧处理相关订票工课细节啦。明年春节连假，这3班台东新名制火车就会规划提供给台东的民众，佮提早10天订票的服务。台铁未来卖做伙公告，记者综合报道。